歡迎收睇今日天氣焦點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，你應該要注意防曬及中暑。現時氣溫32度，相對濕度60%。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驟雨正影響該區。正午時分，新界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2度或以上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驟雨。下午部分時間陽光及酷熱，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。展望未來數日有幾陣驟雨，短暫時間陽光及炎熱。一股偏南氣流會喺未來數日影響廣東沿岸，各區天氣炎熱，亦有幾陣驟雨。此外，高空擾動會喺下周中期為華南帶來驟雨及雷暴，而一道低壓槽會喺下周後期喺華中形成，並喺下周末期間靠近華南沿岸。今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